YouTuber 做少樣嘢仲可以幫你慳錢添。如果你有睇開 YouTube，都會見到間唔中喺 YouTube 入邊有2行嘅字幕。點解會咁嘅呢？其實好多 YouTuber 咧喺上完影片嘅字幕之後咧，再會上載多一條影片 SRT。呢個 SRT 檔會幫助 YouTube 演算法去理解你嘅影片，從而推送俾一啲更精準嘅用戶。簡單啲嚟講，字幕 SRT 係可以幫助你優化 SEO， 即係話當人哋搜尋你嘅時候，會更加容易揾到你。但你需要知道，人手上字幕1分鐘都起碼要幾十蚊，一條20至30分鐘嘅影片，分分鐘都要500-600蚊。OK， 而家 AI 盛行啊嘛，就算去生成 AI 字幕，訂閱工具嘅費用，花時間去生成、去檢查呢啲字幕，除咗錢都花好多時間同精力㗎。但係我想話俾你知，而家唔需要再用 SRT 檔案啦，因為 YouTube 內置已經識得去辨識廣東話。以前廣東話嘅創作者真係好慘㗎，佢唔似得英文又或者普通話 ，YouTube 自己已經識別到佢嘅內容。但係而家廣東話都能夠被 YouTube 自動識別，亦即係話你唔需要上載 SRT 檔，只要你打開 YouTube 右下角嘅自動翻譯，你都會見到廣東話嘅內容可以翻譯成為文字啦。你諗下，一條片慳500蚊，一個月就可以慳成幾千蚊啊！記得將呢個重要資訊 send 俾你身邊拍 YouTube 嘅朋友啦。Hello，Grace 對於一人公司自媒體流量變現嘅內容有興趣，記得 follow 我啦。